来前台应聘感应陈龙老师前台应聘感应啊陈龙老师啊哈陈龙老师准备讲有看吹啊哈有人讲啊哈有人讲啊是讲主持无哈每讲拢会主教育时间主持嘛啊来教师来教师老师啦还个买的老师跟讲这个这老师当中捌过啊哦这就这个有影哦对有影哦因为老师话有人卡掉来这个大家再处理啊我有在条这出来讲话你当在伊就甲我讲你讲条讲我主持无哦每讲我爱跳楼这个会做过来呢啊老我冇讲你要处理呢对种卡掉这人就甲讲你讲条哈这无用个出来甲讲话แล้วก็你看有法度甲我处理无安尼哈对我真是讲错了对对对对我就讲啊讲我甲有法度我这能力甲有法度对方讲有法度是那个特地讲白啊哈因道伊来我遮安尼对对对安尼我这个物件我处理足几摆啊我个人对人无是狗是猫无哈这个鸟死所以讲主角针当无手起来你讲条我伊嘛负责接触人个尊重做人个人介绍来我遮我就讲我去来讲话伊领我啥事来就讲你讲条伊讲我写针无手起来我做人个尊重安尼对这老师拢讲犯规老师拢讲犯规对但像咱老师特地袂学会讲话特地袂学会讲话所以我本来是摆讲这问题啦我准备讲看册有人讲安尼对对我毋甲甲恁大家讲一点是讲情形呢我拢讲犯规我拢讲犯规我也捌犯过足多人个捌犯到讲变为通知你讲听有家属来找我你讲听有讲没关系我没关系没关系我一挂功夫看看你的手你甲对方手5分钟内底了后伊可能会精神你讲听有对叫我们来正经对就咧意思就感觉足奇怪感觉变为通知有啥物情绪慢慢的好起来呢对这老师绝对讲捌犯过我袂讲学别讲话如讲要答去我知名度你讲定做你讲条再讲真诶个对厝一个我讲有个3姊妹也无毋是我帮忙起来讲条真诶这3姊妹咧冇听到我的留言无可能也出来讲话你讲条对真诚真诚对对对这在咧我这个帮助出来你讲对对对可能伊也听到我在留言了我无讲我讲3姊妹尔伊就知影对对对这做一个死了后咧每工当是照迄个死的情形你讲条跳水呢嘛是跳水咧自杀嘛是每个人爱跳水对咧自杀对除非啦爱有人解决你讲条到我就出开你讲知就这样对 OK 谢谢大家再见拜拜